父王，你可得考虑清楚了。这个寒冰1000年才结一块，到现在咱们龙宫才只有3块，是无价之宝。我知道，我也舍不得。可是小龙女的伤不能不治啊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没准儿这个金丹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威力，反正咱们也是道听途说嘛。何况这小妹是咱们龙族中人，说不定在咱们东海休养2天就好了。龙王，无极金丹乃太上老君秘制，威力大而无比。哎呀，三公主要是再耽搁一时半会儿，保不住她就……千年寒冰固然重要，但比不上我女儿的命。对，如果小龙女没有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舒服好多，什么东西啊？你醒了，我就知道这个宝贝对你一定管用。哎呀，也只有你三公主才能打动龙王。哎呀，三公主啊，只有你能够让他割肉吐血。龙王对你真是疼啊！你说什么？割肉？父王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他没什么事。你还不知道吗？这龙王平时多花半颗珍珠，他都吓得不敢看，何况是块千年寒冰啊！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啊！千年寒冰，是我们的龙宫之宝。对呀，这1000年才能结晶1块，整个东海王宫里面就只有3块。现在啊，就要用这种极阴的宝物来对付天下极阳的无极金丹。那你拿它来做什么？给你治病啊。我中了无极金丹吗？是啊，你呀，是被它烧伤的。现在你的体内阳气极盛，一定要用这个。如果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你就要被活活的烧死。呸！哎，你看，三公主是命大福大，怎么会被烧死呢？呸！哎，你看我这嘴，给打！我是被猪哥哥身体的灼热烫伤的，难道他身体里面不是猪妖，是一颗无极金丹？三公主，你就别多问了，快把它吃了吧。真是受不了了，再这么烧下去，看他不自焚才怪呢。死掉才好，省得我们在这受罪。哎呀，走啊，走。猪哥哥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
没想到，我也遭了猫妖的毒手。哎，这下可惨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走吧，没什么舍不得的。再不走，连我俩也要遭殃了。哎呀，可是别再想了，我们的女儿怎么办？我不放心呐。就当她死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个家，我。嘿，客官啊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客官，您吃点什么呀？两碗面，大家来盘花生米。好嘞，好朋友。哎，各位客官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气场。哎，别在这儿叫卖啊！让我们客人在这儿吃饭呢，影响我们做生意。老板，给你看样东西。哎，这叫七步蛇，谁要是被它咬上一口，走不出七步，必死无疑呀！真的吗？你就吹吧。你就看着吧，来。真咬了！嘛呀？看见了吧？哎，可是不要紧，我家里有祖传秘方，包治天下病毒，不管是蛇毒、蜈蚣毒还是蝎子毒，啊，药到病除，只要这么一敷啊，病毒全消，啊。管不管用？看见了吧？大家帮我数数啊，数7下，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怎么样？没事了，这么神奇啊！在下卖药的，一来是混口饭吃，二来是为家母行善积德。各位客官，你们要是有病想买，方便的话给个2、3文，不方便就随便拿去，没关系。人在江湖义字当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来，谢谢啊！谢谢。来，哎，多谢。我也来一个。谢谢。哎，多谢。谢谢。多谢。来，你，大叔给我药，我有病。哼，你有什么病？走开，不要坏了我的生意。为什么他们能拿，我不能拿？哎呀，别人的病能治，你的病啊，治不了。这摆明欺负我啊！大叔，我跟你说，我中了猫毒。哎呀，你中得不轻啊！是啊，快点给我药啊，要不然我会出去抓人的。哎呀，这么早就发作了？哎呀，别啰嗦啊！你再耽误我时间，我第一个抓你啊！你抓吧，我有的是药啊。大
大叔，我求求你，快点把我的病治好啊！我真的很难受。难受啊？哦，你是自作自受，你就好好的受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的。我不是一般的普通人，我不可以变妖怪的。我说你怎么这么难缠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能。我告诉你，你在做事，老天在看，天注定。天注定啊，说不定老天就在惩罚你呀，你就挨这一遭吧。什么时候才能挨过？你不能够见死不救哦！呸！什么叫见死不救？你没死啊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，要遭报应的。大叔，我求求你把我的病治好，我愿意当牛当马的，求求你，大叔，求求你！行了，你再吵我，我让蛇咬你我！妙妙姑娘，是你就好了，快点救我啊！救你？我怎么救你啊？你的指甲尖了，莫非你想抓人？你怎么知道？嘿嘿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神仙的皮肤倒是挺好的，不知道抓上去会是什么滋味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怎么样？哦，原来你才是天猫女。我根本就是啊，我是九命天猫女。是你这个大笨蛋认错了人吗？活该，你的法力都没了，还捉什么妖啊？他捉妖，哼！他自己就是妖嘛，捉谁啊？捉自己啊？主人，太高了啊！妖怪捉妖，我们别理他，让他自己难受。哇，这样砍下去，一定很疼的。哎呀，也没有人帮我。如果不把手砍了，我就会四处危害人。好歹我是神仙，我不是妖怪呀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把手砍了。没事，闭上眼，就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哎，嗨，呀！不行，我砍了左手，我哪有手砍右手啊？不行，不可以这样的，不可以这样的。有了，把指甲磨平，磨平了指甲就不会抓人了哦。磨平了不就行了？这么久还没磨平，还是这么尖，怎么办呢？哇，哦，好舒服。哇，好想抓人，抓人好舒服啊！有人，我要抓人呀！不可以，
不可以抓人呐！好想抓人呐！不行，我是神仙嘛，我又不是妖怪，我是神仙嘛，我不可以抓人呀！天猫女，我不会输给你，我不会输给你的，我一定要过这一关呢！先抓木头顶一下。阿忠，主人，我明明只让你将天蚕房的人都变成猫妖，让他们免受被天蚕吞噬之苦，为什么你违背我的命令，四处把人变成猫妖？主人，我是替您着想啊。为我？当然，主人，你想建立猫的国度，成为万猫之王，与做尽坏事的恶人相抗衡，对吗？没错。所以我私下里把这些人变成猫妖，从现在起，这个地方就不叫朱家角了，改叫猫家角了。我听说牛头山的牛妖要铲除邪魔。铲除邪魔？放心吧，主人，我会帮你实现铲除邪魔、维护正义的理想。来，一起来！铲除邪魔，维护正义；铲除邪魔，维护正义；铲除邪魔，维护正义。我忠诚勇猛的臣子们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要你们不久的将来跟随我，铲除邪魔，让那些坏人们一个一个都没有好下场。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！天猫女要造反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他这么恨我跟我大哥，死定了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你不是看着他把寒冰吃下去的吧？他怎么又昏过去了？啊！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让我知道你还在喘气，好不好啊？千年寒冰对无极金丹，龙王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弄错的。那小妹的病怎么一点好转都没有啊？一块寒冰抵不住太上老君千锤百炼的一颗金丹。那你的意思是让父王再选寒冰喽？寒冰没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万一小妹的病没治好，寒冰又没了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父王，不行，这生意稳赔的。父王，再说了，万一就算是小妹的病治好了，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，父王。如果我是小妹的话，我一定不忍心看着父王难过伤心，最后我会牺牲我自己，成全荣公。要是没了三公主，龙王，您恐怕就不仅仅是难过、痛心而已。桂丞相，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桂丞相，你去取寒冰吧。我实在不忍心看了，我就假装不知道，我就假装寒冰还在好了啊！哎，谁让她是我最心疼的宝贝女儿，我欠她的太多了。刚才还死气沉沉的，现在就活蹦乱跳起来了。
这就是人家说的缘分吧。9年前你救了我一命，9年后我又救你一命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呢？是不是要我等死啊？去，吐了口水再说。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噼里啪啦的打得很厉害的，怎么现在说2句就脸红嘞？你把嘴张开。哎呀，你别玩了！为什么别玩了？我想考考你的眼力到底准不准呢？不如我站后面一点，看你扔的准不准。我就这样了，你扔吧，扔！你别乱动嘛！来呀！喂，看你准不准？你说他该不该骂？微臣该死。你是用哪只眼睛看着他吃的啊？微臣该死。父王，那个不能摔，那是西海龙宫送的。父王，是我错了，要打您就打我好了，您别折磨自己。小妹呀，你也别怪父王发脾气。寒冰寒冰多宝贵的东西啊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送给别人了呢？好了，你们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了。你们不是在剜我的心吗？我是咬了牙给你治病的，你干脆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还好受一些。父王，我来人呐，在，把那个猪头给我带上来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，我就要现在高兴。等等啊！父王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如果9年前没有他，我现在不知道会怎样。小妹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那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妖怪，你为了他，你也让父王为难啊？亏父王那么疼你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嘛？宝贝儿啊，他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值得，什么是不值得。我只知道我必须这么做，要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。那如果我坚持要杀他呢？如果父王要杀他，我甘愿跟他一起死。我不愿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更不想让父王担这个忘恩负义的罪名。龙王，你可要三思而行啊！小妹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父王讲话呢？你这是在威胁他。好吧，我看在他是你救命恩人的份上，我就饶他一命。父王，真的？您真的饶他不死啊？父王，您帮人帮到底，不如呢，把最后一块寒冰也给他吃了，彻底治好他的病啊！你瞎说什么呢？以后不许再提这2个字，连你我都不给，何况是他？那三公主她的伤，那就要看你的命了。如果你的命大，可以闯过这一关；如果万一，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，啊。我的伤没事，可是猪哥哥已经医好一大半了，要是现在放弃的……好了，都别说了。父王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追了，父王已经够烦的了，让他静一静吧。
体温又开始上升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。是。我还以为你都不会再理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吃了寒冰以后，以前有一股热气，现在是一股热一股冷，然后经常跑来跑去，有时候又在打架，弄得我很不舒服。不要紧的，因为那个寒冰呢，正在和你体内的妖精打架。你放心，很快就会没事了。不是，你再给我一颗寒冰吧。哦，又来了。啊！哎呀，为什么你还在发烧呢？我要死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我也想救你啊，但是我没有寒冰了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猪哥哥，你醒醒啊，猪哥哥！猪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9年前你救过一条小龙？那条小龙其实就是我。很多次我都想告诉你，但是我害怕你不会记得我，或者你根本心里面就没有记得过我。我一直等了9年，我终于可以上岸找你。我多希望你一看到我，也能和我一样的开心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别人的新郎了。一直不想告诉你我的心事，是因为我很害怕你误会我是因为报恩，所以才来找你。我其实我，哎呀，算了，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听不到。猪哥哥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醒了。怎么我每一次醒过来，总是见到你呀？我刚才呢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个女孩跟我说了好多话。那你记不记得她和你说的什么？她一直都在说，一直在说，说的时候我都听不见。你这样抱着我很舒服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对了，我的身上有寒气啊。猪哥哥，我知道怎么救你了。
我的傻公主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你们不给我寒冰，我就自己变成寒冰。我答应过一定要医好他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哎，救活了他，你也活不成。你说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总之，只要他好，我怎么样都行。哎，已经到了这种田地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了。大不了我这个丞相不做了，我回老家去。睡大觉，享大福。喂，小龙女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晕过去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龙王驾到！哎呀！宝贝女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喂，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我没对她做什么呀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怎么这么烫啊？女儿，好啊，寒冰在你的体内。来人呐，把她的血放干，我要为我的女儿疗伤。如果我的血能够救活小龙女的话，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来。小龙女，来吧。我女儿醒了，你没事了。在做梦，怎么又回到了9年以前？他又用血救我。你不是在做梦，我真的在救你啊！不要，你已经救过我1次了，拿开！别动，孩子，这是咱们家的寒冰，你多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就好了。龙王驾到！亏你还是东海龙王，竟然做出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。正经事你解决不了，麻烦事倒是一箩筐。孩子，你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傻的事情呢？娘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傻孩子，有我在，看谁敢欺负你。老婆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你干出这种丑事，我再不出来，谁来救我们的女儿呢？母后，父王也是迫不得已，都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妖怪。什么叫来历不明啊？人家为了救你妹妹，割腕刺血，你能吗？你们能吗？什么亲生父亲、同胞姐妹，越到关键的时候，都各顾各的，一点情义都不讲，还站这儿干嘛？快点叫人把小龙女抬回去，我要马上给她治病呢。赶快，快！快点儿！微丞相，谢谢你请出了母后。小龙女，
不要啊！宝贝，你有病为什么不治呢？难道你练就了一副不死之身吗？宝贝女儿啊，妈妈用功给你治病，很伤元气的。反正我不要。宝贝，你有病一定要医，不然不但你这条手臂会没有了，而且连你这条小命都会没有的。你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像割我的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们不给猪哥哥最后一块寒冰，那我有病也不治。女儿啊，你听我说啊！我不听，不听，不听啊！猪哥哥要死的话，我也不活了。报恩报恩，为了一个破书生，知道吗？给他几个珠子不就行了吗？父王，怎么还是糊里糊涂的？我糊涂？啊？我哪儿糊涂啊？你看小妹那个样子，是报恩2个字能了结得了的。父王，你清醒清醒吧！你们那个宝贝女儿啊，她已经喜欢上朱公子了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看那贼小子，猪头猪脑的，谁会喜欢他呀？这事情明摆着，你怎么都不相信呢？哎呀，我不是不相信，那是不可能。不是不可能，那是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了。如果他们2个真的是两情相悦的话，我和你母后还是很开明的。哎呀，父王！你好什么你？吓我一大跳。难道你忘了咱们跟南海龙太子的婚约了？这个，你想想，南海呀，南海数万顷海水，数千里的海岸，无数的奇珍异宝，难道抵不过那个猪头猪脑的妖怪？这个我倒是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一个是我的宝贝女儿，一个是千年寒冰，我都舍不得呀。父王，咱们不妨来一个寒冰换感情。寒冰换感情啊！好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叫你呢，快起来！三公主要见你，起来，起来了。你叫我来有事吗？猪哥哥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说，你早一点上岸去，因为父王不希望你留在这里。对了，你身体好点没有？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已经好很多了。你看，你眼睛很有神啊！你现在好多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最后一块寒冰，你要想治好病，就快点把它吃了。老规矩。嘿。希望你可以很快恢复。有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
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那我该想起什么？9年前呢？9年前，我在龙宫里玩得很开心啊。这个东西是我最珍贵的，我一直放在身上。我很想找到它的主人，你可不可以帮我？我想我帮不了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快点走吧，让我父王见到你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很好，我很精神啊。你要保重身体啊。那你的龙珠我就自己先收起来了，如果有空，我一定会过来看你的。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。保重啊。如果你想让父王把最后一块寒冰交给你，就得约法3章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能离开东海。第二，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，不得违抗。第三，永远不能让那个朱天帅知道，9年前他救起的小龙女就是你。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都记住了？你想问我些什么？9年前，我在龙宫里玩得很开心啊。这个东西呢？我想我帮不了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。只可惜，这个朱粉只能救得他的性命，伤口上的疤是去不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留疤可不行啊！咱们已经亏欠女儿很多了，不能再亏欠她了。啊？解铃，还需系铃人呐。哎呀，夫人呐，我差点忘了，你用猪粉给人治病是要折一半阳寿的。
你恢复记忆了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哎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！这有什么不行的？如果我的女儿因为受伤死了的话，我现在的阳寿不也没用吗？可是这样一来，你这一半阳寿，咱们就不能白头偕老了。白头偕老啊！当初我们大婚的时候，怎么没说白头偕老呢？你看，又来了！我不就是忘了说了吗？哪能忘啊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能忘吗？不敢了。那倒不必了。这东海这么深，再轰也轰不到你。那你究竟想让我怎么样吗？别提了，别再提这事儿了。提起来，哎呀，我心疼啊！你哪儿疼啊，老婆？你哪儿疼？要不我也折一半阳寿给你治病。看到我们的小女儿那个痴迷的样子，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坚持下去。华大娘，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情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的心也很疼啊。你也会疼啊？当然疼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家二女儿心很重，你别什么事都听她的，到时候自己把自己给套进去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你的心更疼。我不。朱公子，你等等我！朱公子！哎，朱公子，你看你说走就走，也不跟人家打个招呼，不是摆明了不让我送你吗？你送我？对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嘛，我当然得送送你了。哦，9年前的事情吗？朱公子，那个时候的你，好勇敢哦。啊，当年你还记得吗？我送过一个馒头给你的。馒头？是啊，你曾经说过，你要保存那个馒头一定不会吃的那个馒头泥。馒头嘛，那个对我来说好重要，我怎么会带在身上？万一丢了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我把那个馒头啊放在了一个好秘密的地方。我每天看它，我就会想起你。香蕉、苹果、水蜜桃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死猪，便宜你了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我居然也中了猫毒。我这样子怎么去见人呢？我不死也没用。我都不想活了。哎，对了，帅哥，之前我害死你，现在我要下到阴曹地府，你记得等着我。我现在就去找你，你一定要等我，知不知道？我来了。帅哥，沈哥，帅哥，你没死啊！太好了，沈哥，吓死我了！沈哥，你没死就好了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还要到阴曹地府去找你呢。哎呀，你没死，我心里也好过一点。你知不知道，真的没人对我好过，只有你对我好，只有。沈哥出什么事了？沈哥。所以呢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唉，原来我走了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！听你说了那么久的故事，我肚子都有点饿了，我不觉。要不再走一走啊？不是啊，你看看，附近的人都搬走了。喂，这里吧，不如又吃又睡，就别想那么多了，沈哥。啊？这样好吗？怎么了？跟我来啊！有人吗？哈哈，老伯，
我跟我兄弟在附近游山玩水，不小心迷路了。您看天都快黑了，所以这2天呢，想在您这里吃一点东西，最好能够借宿一夜，可不可以啊？吃住倒没关系，只是，你们有没有病？大叔，你说话真逗啊！你看我们2兄弟这么年轻力壮，多么的健康，怎么会有病呢？对不对？既然没病，那就请进吧。这年头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中了猪妖的毒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忘记问了，请问公子贵姓？哦，我姓朱啊。算了，去别的地方吗？